各位乡亲高早，欢迎收看今仔日1月20日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丹妮。新闻一开始，先来关心上新的消息。今仔日开始连续3天是大学的学测，今年有12万人做伙考试。不过，这几天气温的变化是较大。大考中心讲，考生若是要挂手笼、围巾或者是使用捂小包，都要配合监测人员的检查。建议捂小包会当先拍开互变小，避免监测人员误会。日头光亮呀，23度的台北，真侪考生敢若穿短还是外套回来看考场。不过气象署气象预报，拜六学测头一天慢慢降温，第2天礼拜寒流落南，第3天拜一同款转冷，就是讲3天期间气温变化真大。我只穿多一点而已。穿多一点。尽人事，听天命。穿毛 T， 穿温暖一点的，舒服一点。我带暖包。天气若有变化，爱即时擦衫、穿好烧。大考中心讲，只要无影响副对面貌、帽 T、喙掩、手笼、颔棍拢会使。不过爱配合监测人员的检查。若捂小包会使炸传统式的，电子式的是禁止。暖暖的包的使用期限都很长，那你就是先打开，先把它弄热，好，然后监测员看一下，那看放在桌上也可以啊。桌面加大会当调整高度，这是大学测的新种考场。头一个定做轮椅专用的考试道，另有一间古淡江大学支援上新的点仪器。大讲，北区今年拢总有140个新种生，分散伫25间考场应考。最主要是以这个学习障碍居多。那学习障碍里面大部分都是属于这个注意力不足、过动。141个新种生，有102个核定会当延长考试时间。另外，大考中心统计12万195个报名考生，其中7个分科测验无考的国文和英文，因为考试分下来时，部分校的优员采计，选考的人上多，将近100%。记者综合报道。各位乡亲，咱做伙来看今仔日早报的重点。咱先来看自由时报。之前高中生去防台暗棍的这个案件，是引起校安的疑虑。教育部专案工作小组建议补救的措施，包括建立紧急甲学生检查册牌的机制。若是有接到检举通报，校长、老师甲家长会代表会随做讨论，若有必要会紧急做检查。除了专题录影以外，参与的人员嘛爱保密。相关的法规按算伫咧1月底会完成，后学期开始实施。再来，咱来看联合报，台电去年累计亏损有达3800亿。经济部3月份会举行电价审议委员会，电池敢会连续3年拢起，是受到大家关注。经济部长王美花表示，会向行政院争取补贴。不过，专家普遍是拢认为讲，3月份电价审议委员会真有可能电池会起。后来，咱来看《中国时报》，日本执政的国民党正伫现金的买贷是要持续的滚价，安倍派、二阶派、甲岸田派等等的涉案人士，19号以涉嫌违反政治现金规正法来起诉。然后，国民党伫咧首相岸田文雄带头宣布要解散岸田派了后，其他2派嘛拢决定解散。新的一届立法院正副院长，国民党韩国瑜还有江启臣一组，因是大声表态，昨昏因办到请南洋的立委来争取支持。不过立委鲍坤基无来，有风声讲伊有想要来选这个副院长，嘛讲任何人拢会当配韩国瑜。那民进党是希望尤锡坤、蔡其昌继续连任。另外，民众党是要咧等拿力回应国会改革的4大诉求，嘛讲到有可能会派人出来选，甚至投拿投力。拢有可能。新一届立法院3党无过半，正副院长争霸战开始。国民党和江培前一天大声表态，不过保留甲民众党拿袂合的空间。19中昼嘛做伙请众南委争取支持。宴请不分区的立委们吗？不过贵宾却无看到党籍立委鲍坤基，因为传出伊原来这个布局也有意要选，佮发出声明讲，韩国瑜未来伫立法院爱强硬甲民进党对强，同时点名江启臣2年后有可能投入台中市长的选举，连续担任副院长要安怎兼顾？佮讲正副院长分开选举，任何人拢会当搭配韩国瑜。最后也讲，相信国民党有民主机制来产生上适当的人选。我们对个人的想法不予评论。我跟江启臣委员会坚定，我们既然携手双进双出，我们就这个组合来迎接未来立法院正副龙头的一个挑战。
韩国瑜一直讲韩江配会相进相出，佮讲后礼拜一党团开会，大家心内若有话会当全部讲出来。那民进党的部分原来家己杀人选，规划继续由游锡堃蔡其昌寻求连任，到听候日到党团会议确定。我一定要得到党团会议的提名，我才有资格来讲话。本来我就是要退休，那既然党需要我，那我只好就是继续来就将我自己的绵薄之力继续来为国家服务。蔡其昌没有个人的立场我都配合党跟党团的运作。若是民众党要听候哪里回答国会改革4大诉求，再来决定挺倒一边。不排除可能自提人选，又或是我们全部都投给蓝的，或都投给绿的，其实都是不排除各种的可能性。民众党手头8席立委是这届立法院关键少数，也予立法院政府议长的选举加添变数。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咱来关心，根据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美国国会有几个将有影响力的众议员，后礼拜会来访问台湾，表示对咱总统当选人赖清德的支持。也那驻美大使伊大雷嘛有去拜访众议院，美国的议员嘛讲会继续支持台湾，加强台美的关系。没错，美国参众议员接连来台是对你表示力挺吗？民大邱勇副总统赖清德当选总统了后，第一场公开活动到电视国务节开幕典礼，伊致辞时感谢电视工会支持，予因当选延续蔡政府的政策，也做出保证，爱大家免烦恼电力供应的问题。我觉得未来我们的供电会更稳定了，有更大的空间，让外资、让台商继续投资在我们台湾这块土地上，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美国国会台湾连线共同主席等3位重要联邦众议员下礼拜要访问台湾，包含众议外交委员会印太小组民主党首席议员贝拉，甲美国国会台湾连线共和党籍共同主席巴尔等人。驻美代表伊大雷19也甲美国国会连线成员见面，佮拜会众议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主席盖拉格带出甲伊大雷会面的相片，表示会加强美台之间的牢固友好关系。面对中国威胁，金融时报也指出，一向支持台湾的盖拉格会伫第一个代表团结束行程后接力访问台湾。Our new president's administration in May, 20th of this year. The U.S. policy towards Taiwan will continue to be the same, to continue strengthening our existing relations, and also based on common values for freedom and democracy. That policy will not change. 伊大雷接受美联社专访时强调，免烦恼总统当选人大清德会破坏甲中国关系，将美国拖入地缘冲突内底，也甲美国保持非常密切联络。美国众议院议长强生大选了后表示，伊会要求相关委员会主席访问台湾，来展现美国国会对安全甲民主的继续承诺。外交部回应，咱一向欢迎美国议员来访问，若有进一步消息，会适时对外来说明。记者综合报道。桃园市技师职业工会批评中央航空唔加薪水，佮违法请外国的技师，目前当地咧做要罢工的投票。工会讲上紧伫新政就会来罢工。交通部长王国材已经先设立应变小组。不过，有旅行业者就呼吁政府，2019年华航的技师罢工，同款是伫咧新政的时阵，为着到时莫互机场规个乱糟糟，这件代志政府都要好好处理。总监可以问一下工会的事吗？不好意思，技师人员要罢工。面对罢工的问题，东营航空总经理孙家平并无做回应，由桃园市技师职业工会发动嘅东营技师罢工投票，后礼拜二就要开票。工会有估讲，上紧伫春节罢工。交通部长王国材早起伫咧参加民航局局庆的时阵，甲东营航空董事长林宝水有交谈。王国材证实，两个人伫前一天就通过电话，已经请资方加强沟通。交通部有请民航局成立应变小组，22号的罢工投票的结果先看哈，然后另外罢工投票后，如果他们的宣布嘛哈，那这段时间我们跟时间赛跑哈，持续请长荣的这个资方赶快跟他们做一些协商。这边若是罢工，拄好是春节旅游的旺季，旅游业者担心解封了后，航班恢复已经超过70%。
虽然技术工会讲，若要罢工，会提前24点钟过宣布，不过一定也是拍乱旅客行程。业者希望政府一定要好好处理，唔通再发生2019年华航机师春节罢工的噩梦。像上次华航的机师罢工，它历经了7天嘛，160个小时，那总共影响的旅客是27000人次哦。那整体直接损失，包括航空公司跟机师的直接损失，到差不多6亿多，旅行团呢也受到了很严重的影响。在2019年华航机师发动罢工的事件，是经过7天4轮的协商才结束。交通部强调，长荣航空伫最近已经宣布年终奖金6个月，资方有실质嫌疑，希望甲工会意见袂伤大。交通部会请长荣资方全力协商，尽量莫行到罢工这步。记者综合报道。即摆厝价是贵33，真侪民众拢咧共税厝。为着预防有厝主甲厝卡超收电钱的情形，即马台电要推出税厝用电查询专区。未来若是透过自治，就会当查到使用偌济电。若相关的细节目前还阁伫讨论，希望过年之前会当有初步的方向。租套房也是雅房的民众，较早可能会面临厝主超收电费的状况，除非是厝主主动提供电费账单，得到电号，安尼无厝卡较歹查到用电的资讯。听过有同学他们是像房东可能1度电收5块甚至到6块，所以就发现自己算蛮幸运遇到不错的房东。我看到就是我手机上面显示的那个度数，但我没办法确定说这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如果有一个公开的地方可以让我去观察到底实际上花了多少电的话，我觉得会相对起来比较可信一点。根据了解，目前租厝市场1度电行情差不多是5块至7块，民生电价用电度数500度以下，非下柜电价每1度电2.89块，就算下柜用电每1度电嘛才3.52块。不过有部分厝主为电价趁差价，为了阻止超收电费，无要互厝卡做攀仔，台电要推设租厝族用电查询专区，相关资讯会更较透明。目前已经伫规划测试，做法包含开放用电地址查询，也是台电和期内设计其他的用电查询机制。计费上面也比较不会说房东是采明1度就是固定是多少钱，看起来应该是让它资讯能够更透明。除了台电内政部原来同时调整租厝电信化契约甲规范，亲像未来厝卡租约到期都袂当搁查询用电资讯。民间团体认为，专区上路前相关的配套要说明清楚。承租人他不一定有租约，他有可能是不定期租约，那有可能他们的租约可能根本都没有签合约，那这情况下他怎么去做查询？这件事情我们也希望能够比较明确的知道。根据主体租厝契约应该约定甲袂使约定事项，厝主必须写明电费的收费标准，每1度电收费袂使超过台电迄个月用电量的最高级别，也就是用电度数1000度以上。下柜电费上悬每1度7.69块，非下柜上悬每1度6.03块。万一互人超收电费，租厝的人会当向消基会申诉，确保自身的权益。记者综合报道。所来咱来看，日本伫19暗时是搁一个挑战登陆月球的任务，探测器有成功降落，这嘛，互日本加做全球第5个登陆月球的国家。登陆图新民邦倒平顶悬为绿色的 VDN， 加做伽马式的 MLM， 象征探测器成功伫月球登陆。真心到新的村项目园，看受访的民众响起热烈破声。感動でちょっと時間が止まった感じでした。日本经过2摆失败，伫台湾时间19半暝11点，搁一摆挑战精准登陆月球表面。小型无人探测器 SLAM 成功伫月球登陆，正作为苏联、美国、中国甲印度了后，全球第5个登月的国家。不过，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 JAXA 表示，因为太阳能电池无法度发電，亦無可能被迫提前結束。バッテリーも限りがありますので、今のところは数時間バッテリーの電力が持つであろうというふうに考えておりますので。着陸してから数時間もう1時間ほど経っておりますけれども、その時間内になるべくできることは今のうちにできることは優先して実施したいと考えております。日本伫去年9月3名党工甲JAXA共同研发的 H2A 载运飞机发射探测器 SLAM。
搁伫旧年底进入月球轨道，20完成登陆了后，会升回月球表面采集数据，加上评估，可能是太空船无指向预定方向，且互太阳能电池无法度发电，或者肯定即摆精准电源用奠定未来探索的基础。华盛顿邮报指出，探测器实验的收集资料，也会提供美国太空人登月计划阿提米斯使用。这计划希望伫月球建立永续据点。公司新闻陈伟珍报道。即摆时代，真侪国家拢出现少年人唔结婚、唔生囝的情形。伫美国的设国，煞是出现生育主义，唔但鼓励囡仔会当加生几个，而且佫会当透过生物科技来提选基因。不过，这款的做法嘛受到未少批评。 The problem the world will face in 20 years is population collapse. Like a low birth rate is a slow death. 世界先进国家拢面对低生育率的问题。美国设国的福亚人含精英相信透过生物技术，会当提选出上优良的基因，而且透过鼓励大家加生，想办法传承生产出优良的后一代。伫设国开始销这种新的优生学，嘛红叫做是生育主义。美国的柯林斯翁仔某透过体外人工受精的方式，迎接上细汉的2个囡仔。为着降低囡仔出生就无健康的风险，翁仔某2个人要求伫卵子受精进前，先做多基因评分的检测，排除心血管的病和糖尿病等等。唔但呢，柯林斯翁仔某搁找第2间实验室分析精神健康的评估，都是为着要找出上优良的胚胎。 But her scores around mental health, so risk of depression, anxiety, brain fog, inability to deal with stress, mood swings, all of these risks were really low. 不过，柯林斯翁仔某的做法嘛，互批评，互指控讲是定包装过的优生学。但是支持生育主义的因认为讲，大家家庭拢有权利要选择什么款的后一代，只要确保基因优良，都应该为着地球的人口加去生囝。但学者认为，影响人类健康发展的唔但基因，佮外口真侪因素。 It depends on the environment in which you were raised, your family context, your socioeconomic status more than anything. So reducing us to our DNA and selecting what children to have with the expectation that we can select the best children based on their DNA is ethically dangerous, misguided. 伫生育权佮基因权科技发展当一步一步地影响全人类的伦理，真侪专家烦恼认为基因上重要。这种生育主义若无受到控制，一直拖，优先学伫2战的时阵，德国的极端案例ក៏會出現。公司新聞江文編譯。過無偌久就要過年啊！為了讓囡仔遐囡仔仔了解新者傳統的風俗，有幼稚園邀請寫大字的老師，用台語來解說搭春仔火的由來，嘛互這囡仔現場寫春聯，提早感受年節啊鬧熱的氣氛。有2個人作業，伊攏佇咧桃仔樹骹去甲遐妖魔鬼怪殺死。 老師解說搭春聯的由來，相傳千多年前有2位先人，也就是咱咧講的門神，佇桃仔樹骹斬妖除魔，所以出現用來辟邪的桃仔符，後來演變成做即陣的春聯，也發展出濟的吉祥話。演變一寡招財進寶的金斗金。 好，各種的寫法，來咱過年過節有一個創新的做法，所以過年過節有各種變化，但是總之是大家快樂，大家賺錢，大家平安就好。中華有幼兒園為着讓小朋友認捌過年的傳統風俗，特別邀請書法老師教囡仔寫春聯，佮用台語解說相關的吉祥話，囡仔攏感覺真趣味。老師有家招財進寶，當做台語。 老師寫春聯做水，有趣味無？有趣味。因為過年要到啊，吼，想講，互小朋友感受一個過年的氣氛啊，吼，互小朋友佇逐年這個時陣吼，互因練習寫迄個毛筆安尼。幼兒園表示，過年家家戶戶攏會搭春聯，尤其春聯的由來參吉祥話攏足有意思的。透過活動，唔來當互囡仔人認捌過年的傳統文化。 可以當寫春聯，提燈厝搭，加添過年的氣氛。記者楊淑晴中華報道。在台南市的主良國小，長久以來攏咧推銷傳統的藝陣，有送鋼釘、人獅、加弄鼓的課程。這屆因嘛有受到邀請去台灣燈會演出，在學生拍拼練習，要等現上好的成果，給大家看。 囡仔手摕頭旗，雙布頂兵器，展現因所學的成果。
操练的过程，每一种定式的变化，拢真有气势，袂输大人共款。当年来咧推广传统艺电的主流国小，那甲传统文化结合伫咧课程内底，学校嘛带学生出外表演，定定也拢着顶。这摆因头届互邀请去台湾灯会演出，每一个学生面热练习，毋茫互众人看到在地文化水。很兴奋又很紧张，怕自己打错，然后很兴奋，就是因为可以表演给全国的大家看。哥哥姐姐他们在这里练宋江，就想尝试看看，越练越熟之后就觉得很好玩。宋江是一个武术，会使强健体魄啊，所以对囡仔来讲，练习这过程当中，会使互因发挥因的潜力，互因会使加运动，参加和别项无同款的。主流国小宋江灯成立到今10档啊，对2年到6年有侪学生拢来参加。学生讲因愈练愈有成就感，校长讲文化向下顶进，爱一步一脚印，慢慢累积。因嘛甲纸条结合宋江灯3宝元素，摕来做文创商品，俾互囡仔伫日常生活当中，就通接触到文化背后的内涵。利用这个校本课程，将阮这个宋江镇，这个舞龙，个太鼓，来结合，互囡仔平常时咧上课的时阵，会当互因有这个文化传统的色彩。鼓励遮迄个学生会当有一寡活动，文化活动，莫搁去失落去，来贡献互咱遮主流国小遮的上江的小朋友做一个基金。为了要提供互囡仔更加多元化课程，校方伊毋敢若成立宋江灯尔，有人西甲弄过的文化课程，在地代表为着勉励囡仔宣扬传统文化，每当赞助经费，希望甲本土艺人世代传承落去。记者李新武台南采访报道。来看嘉义大学的农业生物科技学系，因配合农业部做农业有机废弃物的回收，也有检讨永续循环利用的计划。因用鸡毛来做有机肥，这鸡毛内底分解出来动物性的蛋白质，然后菜栽会当生了较紧，而且废物再利用嘛降低肥料的成本。嘉义大学的学生修行种植温室内底的花野菜，这个花野菜是用以鸡毛做主要成分的有机肥种出来的。学生讲，种出来成果甲用一般肥料种出来的有正大的无同。咱看遮这是有用的，这是普通的外口用的肥，咱会当看这有用的，伊生长会较紧，会较大，这外口卖就是较普通，咱用一摆尔，以后就水就好。咱大家无要爱的鸡毛吼，甲迄个片麻粉啦，甲迄个黄豆粉，甲迄个米糠敲做伙了后咧，阮会接阮黑林老师所开发出来的菌吼，甲搅做伙了后，再去发酵。嘉义大学农业生物科技系表示，用鸡毛来做的有机肥，目前研究制造的成本1公斤无到10块，而且鸡毛分解出来动物性蛋白质，这种有机肥甲市面上化学肥也是食物性的肥料来比，效果是更较好。动物性的蛋白质去分解了后来做肥料，咱一般市面上的有机肥是啥物？鸡屎，若无就是迄个一寡植物性的物件落去分解了后的产品吼，伊本身的迄个培分吼，确实是比一般植物性的迄个有机肥来更较肥啦。研究团队讲，国内因为台鸡、台鸭产生的毛一年有50万吨左右，正香菇所产生的废弃太空包嘛有20万吨左右，拢会当摕来熬肥。这个计划的成果，按算伫今年开始推广，希望透过废弃物的再利用，创造农业的循环经济。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天气报你知，今仔日方面通过，东北季风增强，会开始变天。北部甲东北部的天气是乌阴，而且会落雨。因若中南部的云会变较高，可能会落沙沙雨。因若甲明仔载寒流落南，北部甲东北部的气温会愈来愈低。因若东南部嘛有温差，请民众要注意。再来，咱做伙来看今仔日各地温度。北部地区上低17度，上悬21度；中部地区上低17度，上悬26度；南部地区上低17度，上悬29度；
东部地区上低18度，上悬26度。来看外岛地区13度至22度。一个未来这3日的天气。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早起新闻，我是丹妮，明仔载早起9点，咱再会。